今日我去到嘉義市，去睇台灣嘅花磚文化。隨住城市嘅努力興建，盡情破壞，好多漂亮嘅花磚可能都會成為頹垣敗瓦嘅一部分。而花磚嘅文化將要俾人遺忘之際，台灣花磚博物館嘅館主徐嘉賓同佢嘅團隊努力咁負起搶救嘅責任。花磚博物館樓高2層，喺呢度你除咗可以睇到花磚之外，仲可以睇到台灣以前居民嘅一啲舊有歷史，以及一啲昔日嘅家具陳設。而我哋作為一位旅客，都可以喺度搜購一下紀念品，例如買一塊花磚、一個心口針，或者買一個已經過期但係永不過時嘅花磚日曆。再唔係喺度打下卡介紹下，都可以為搶救花磚帶嚟一啲新嘅睇法。嘉義市係一個好好玩嘅地方，時間太短，去唔到太多景點。由於時間唔會停止，更加唔會等人，去到嘉義火車站附近，記得要嚟下我介紹嘅台灣花磚博物館啦。